華語影壇邊個可以封神？周星馳絕對係兜唔開嘅名。從賭聖橫空出世，到大話西遊成為咗傳奇經典，再到功夫橫掃亞洲，佢用無厘頭喜劇顛覆咗一代人嘅青春，一手締造咗周星馳時代。但係就係咁樣一位令到億萬觀眾捧腹落淚嘅喜劇大師，喺圈內嘅口碑卻兩極分化到極致。有人話佢係天才，對電影極致到偏執；有人話佢係暴君，自私涼薄，反面無情，將身邊嘅人都變成咗故人。伯樂反目，搭檔決裂，愛人對簿公堂，好友公開炮轟。數十年間，周星馳嘅封神之路幾乎係一條樹敵之路。呢啲敵人當中，有曾經親手把手帶佢入行嘅恩師，有陪佢喺谷底走向巔峰嘅最佳拍檔，亦都有曾經深愛嘅戀人。讓昔日情誼煙消雲散嘅係利益糾葛，係難言之隱，定係天才孤獨本就注定？喂，我係阿 wing，每期有料到。今日我哋就嚟盤點幾位同埋周星馳恩怨最深嘅仇人，揭開喜劇之王光環背後嘅江湖糾葛。一、李修賢，伯樂變仇人，恩情抵唔過利益嘅終極遺憾。提到周星馳嘅恩人，李修賢絕對係要唔開嘅第一個名。如果冇李修賢，或者就冇後來嘅星爺。但呢一份知遇之恩，最終卻變成咗兩個人一生嘅隔閡，甚至淪為圈內嘅笑談。上個世紀80年代，周星馳仲只係無綫電視台嘅小演員，跑龍套，演配角鬱鬱不得志。1988年，李修賢慧眼識珠，睇中咗周星馳身上嘅喜劇天賦，力排眾議邀請佢出演自己監製嘅警匪片《霹靂先鋒》，俾佢飾演一個無意中捲入劫殺案嘅偷車賊。呢個係周星馳第一次脫離無厘頭喜劇嘅雛形，而佢亦都冇辜負李修賢嘅信任。憑借住細膩又有張力嘅表演，一舉斬獲第25屆台灣金馬獎最佳男配角，正式踏入影壇主流。之後，李修賢又陸續帶佢出演《龍在天涯》、《義膽群英》等作品，一步一步將佢推向大眾嘅視野。起初，兩個人嘅關係親如師徒，周星馳亦都多次喺公開嘅場合表示，李修賢係自己嘅伯樂，冇佢就冇今日嘅自己。但係隨住周星馳嘅名氣越嚟越大，兩個人之間嘅矛盾亦都逐漸浮出水面，核心只有兩個字：利益。周星馳走紅之後，身價水漲船高，但係李修賢依舊按照兩個人最初簽約嘅時候嘅低標準支付片酬，咁樣令到周星馳逐漸不滿。更加令佢難以接受嘅係，李修賢後來將佢嘅片約合同轉賣俾永盛電影公司，從中賺取咗一筆不菲嘅差價，卻冇俾周星馳任何嘅補償。喺周星馳睇嚟，自己係李修賢一手發掘嘅，但係對方卻將自己當成咗賺錢嘅工具，絲毫冇顧及師徒情誼。矛盾徹底爆發之後，兩個人徹底斷聯，再都冇合作過。李修賢後來喺採訪當中多次吐槽周星馳，話佢忘恩負義，紅咗之後就唔認人。而周星馳呢邊雖然冇公開回應過李修賢嘅指責，但卻喺1993年嘅電影《濟公》當中埋下咗一個耐人尋味嘅伏筆。影片當中有一句台詞：李修賢，我殺你全家，俾外界解讀為暗罵李修賢。不過亦都有人澄清，濟公未出家之前嘅本名就係李修賢，或者只係巧合。但係喺兩個人反目嘅背景當下，呢一段台詞難免被過度解讀。二、吳孟達，銀幕嘅最佳拍檔，終成最遺憾嘅意難平。如果話李修賢係周星馳嘅伯樂，咁吳孟達就係佢銀幕上最默契嘅綠葉，係觀眾心目中無達不勝嘅最佳拍檔。佢哋嘅熒幕組合至今冇人可以超越。吳孟達同周星馳早年都喺無綫電視台跑龍套，志同道合，好快就成為咗好友。周星馳走紅之後，多次喺自己嘅作品當中力邀吳孟達出演，而吳孟達亦都憑借住自己精湛嘅演技，完美襯托出周星馳嘅無厘頭風格。兩個人相輔相成，一齊創造咗一個又一個票房奇蹟。外界一直以為兩個人私底下亦都係親如兄弟，但事實上佢哋嘅關係早已經出現裂痕，甚至一度被傳鬧翻。而
而呢一切嘅導火索，外界普遍認為係2004年嘅功夫。據吳孟達後來喺採訪當中透露，周星馳拍攝功夫嘅時候，確實係為佢預留咗重要嘅角色，但係當時恰逢非典，好多劇組都停工，功夫嘅拍攝亦都一再推遲。等到周星馳正式開拍嘅時候，吳孟達已經接咗另一部戲，時間冇辦法協調，最終參演唔到。但係令人諗唔到嘅係，呢件事被媒體過度嘅解讀，加上當時正值賭咒潮流，好多人將吳孟達歸為賭咒派。每次報道周星馳嘅負面新聞，都會拉吳孟達出嚟，導致外界誤以為係吳孟達故意拒絕合作，兩個人因此反目。雖然話係傳言，但兩個人自從少林足球之後，確實亦都再都冇合作過，亦都傳出分道揚鑣嘅講法。有人話係周星馳嘅偏執令到吳孟達難以忍受，亦都有人話係兩個人嘅發展方向唔同，漸行漸遠。直到2021年，吳孟達病逝，兩個人都唔可以再合作一次，甚至都冇公開同框過。吳孟達病逝之後，周星馳發文悼念，字裏行間滿係惋惜。可惜呢一份惋惜，始終彌補唔到兩個人多年嘅隔閡。3. 王晶10億票房搭檔，因為一句話老死不相往來。喺周星馳嘅合作導演當中，王晶絕對係最特殊嘅一個。兩個人曾經聯手打造咗《賭俠》《逃學威龍》《鹿鼎記》《唐伯虎點秋香》等10部經典作品，累計票房突破10億，堪稱香港影壇嘅黃金組合。但係就係咁樣一對可以一齊賺錢嘅拍檔，最終卻因為創作理念同埋利益分歧徹底反目，老死不相往來。王晶同埋周星馳嘅合作始於1990年嘅《賭俠》，當時周星馳憑借住賭聖爆紅，王晶睇中咗佢嘅票房號召力，邀請佢同劉德華搭檔主演《賭俠》。呢一部電影上映之後，票房大賣，亦都令到兩個人嘅合作進入咗黃金時期。之後，兩個人又陸續合作咗多部作品，每一部都票房口碑雙豐收。王晶嘅商業化導演風格同埋周星馳嘅無厘頭喜劇完美契合，成就咗彼此。但係隨住周星馳嘅名氣越嚟越大，佢喺劇組嘅話語權亦都越嚟越重，兩個人之間嘅創作分歧亦都逐漸顯現。王晶堅持導演中心制，追求高效產出，注重電影嘅商業化同埋娛樂性。只要可以賺錢，細節上可以適當妥協。但係周星馳則追求藝術打磨，對每一個鏡頭、每一個台詞都極其偏執，甚至一個鏡頭會反覆拍攝幾十次。呢個令到注重效率嘅王晶難以忍受。兩個人嘅矛盾喺1999年拍攝《千王之王2000》嘅時候徹底爆發。當時周星馳只係客串出現，卻頻繁修改劇本、調整鏡頭，完全打亂晒王晶嘅拍攝計劃。忍無可忍嘅王晶最終喺片場怒斥周星馳，隨後終止咗兩個人嘅合作，從此分道揚鑣。而呢個只係導火索，兩個人反目嘅根本原因仲係利益衝突。早喺1992年籌備《少年李小龍》嘅時候，周星馳就曾經將雙方約定嘅片酬分成比例，從60%逐步提高到80%，最終仲繞過王晶，直接與資方合作，導致項目流產。呢件事令到兩個人徹底反目。之後，王晶多次喺公開嘅場合吐槽周星馳，而周星馳則一如既往咁保持沉默，從來都唔回應王晶嘅指責。兩個人再都冇合作過，甚至喺公開嘅場合遇到，亦都會刻意回避。昔日嘅10億票房搭檔，最終淪為最熟悉嘅陌生人。4. 向太陳嵐，娛樂大亨之妻，公開炮轟周星馳嘅頭號對手。喺所有同埋周星馳有恩怨嘅人當中，向太陳嵐絕對係最具殺傷力嘅一個。佢對周星馳嘅炮轟，曾經一度令到周星馳陷入咗全網黑嘅境地。兩個人嘅恩怨更加係轟動咗成個香港影壇。向太同埋周星馳嘅交集始於上個世紀90年代，當時永盛電影公司係香港影壇嘅巨頭，周星馳嘅10幾部經典作品都係由永盛投資拍攝嘅，可以話向華強夫婦係周星馳事業騰飛嘅重要推手。冇永盛嘅支持，周星馳好難可以快速咁站穩腳跟，成為一代喜劇之王。
起初雙方合作愉快，互利共贏，但係隨住周星馳嘅名氣越嚟越大，佢同永盛嘅矛盾亦都逐漸顯現。周星馳不滿永盛俾出嘅片酬，加上佢想要更多嘅創作自主權，而向華強夫婦則希望周星馳可以繼續按照佢哋嘅要求拍戲，為公司賺取更加多嘅利潤。雙方嘅分歧越嚟越大，最終徹底鬧僵，唔再合作。真正令到兩個人恩怨升級嘅係2014年嘅一篇名為《點解咁多人黑周星馳》嘅網文。呢一篇文章睇似為周星馳鳴不平，實則暗指向華強有黑道背景，仲話周星馳申請移民加拿大被拒係因為向華強嘅舉報，目的係阻止周星馳離開香港。此外，文章仲爆料周星馳拍攝少年足球嘅時候，向華強百般干預，甚至放話邊個俾周星馳投錢，邊個就係敵人。呢篇文章徹底激怒咗向太陳南，佢隨後接受專訪，公開炮轟周星馳，細數佢嘅惡行。向太表示，文章當中嘅內容都係造謠，周星馳移民加拿大被拒係佢自己嘅問題。電影圈好多人幫我哋拍嘢，佢哋100個移民去加拿大都成功，佢係個101個唔得嘅，咁就係佢嘅問題。佢仲透露，周星馳曾經揾中間人聯繫佢，想要道歉，但係佢拒絕咗。如果佢冇做虧心事，唔使咁緊張啊。向太嘅炮轟引起咗連鎖嘅反應，劉德華、李連杰、杜琪峰、劉青雲等圈內大佬紛紛聲援向太，公開表示唔認可周星馳嘅為人。杜琪峰甚至仲直言周星馳自私冇品，對香港電影圈冇貢獻，而周星馳方面始終保持沉默，冇公開回應任何嘅指責，咁樣亦都令到外界對佢嘅質疑越嚟越多。洪金寶，功夫大佬嘅不滿，功夫片場決裂。洪金寶係香港影壇公認嘅功夫大佬，動作指導大師。佢同周星馳嘅恩怨最早就始於2004年嘅經典之作《功夫》。當年周星馳籌拍《功夫》，力邀洪金寶出任動作指導。洪金寶亦都睇中咗星爺嘅票房號召力同埋劇本潛力，欣然應允。兩個人本來有望聯手打造一部傳世佳作，但合作剛剛一開始，兩個人就爆發咗嚴重嘅創作理念分歧。周星馳對動作片追求極致完美，一個鏡頭常常要求重拍數十次，仲時常擅自改動動作設計，越過洪金寶直接指揮武行演員。洪金寶身為行業內嘅資深前輩，既不滿拍攝要求過於苛刻，更加覺得自己嘅專業被輕視，顏面盡失。而最終引爆兩個人矛盾嘅，卻係另外一件事。當時功夫拍攝地蚊蟲肆虐，洪金寶因為體型原因格外招蚊，全身被叮咬300幾處，傷口甚至化膿感染，只可以被逼請假返港治療。估唔到周星馳卻以劇組耽誤唔起為由，直接打電話通知洪金寶唔使再返嚟，單方面終止咗合作。洪金寶對此耿耿於懷。退出劇組之後，更加係公開放話，禁止香港武行班底再接周星馳嘅工作。兩個人嘅矛盾一度鬧到沸沸揚揚，直到功夫上映之後票房大賣，洪金寶攞到約400萬嘅分紅，態度先至逐漸軟化。後嚟再被問及呢段恩怨，佢只係輕描淡寫咁樣稱冇呢回事。只係自此之後，兩個人再冇任何嘅合作，即使係公開碰面都會刻意回避。呢段恩怨本質上仲係創作理念嘅衝突。周星馳嘅偏執係對作品嘅極致追求，洪金寶嘅不滿係對自身專業嘅堅守維護。兩位影壇嘅頂尖人物始終因為性格同埋理念不合，唔可以長久拍檔。功夫雖成經典，卻亦都失去一位優秀合作夥伴為代價，實在令人唏噓。6. 于文鳳13年戀人，最終對簿公堂嘅財政軍師。周星馳同埋于文鳳相戀13年，于文鳳不只係女友，更加係佢嘅財政軍師，幫佢打理投資、炒樓獲利。但係呢一份浪漫情長，始終係因為一筆巨額嘅佣金徹底破裂，甚至對簿公堂，反目成仇。于文鳳係香港嘅富家女，父親係香港建設工程有限公司創辦人余景波。
佢自細對地產行業頗有見解，仲曾經喺港交所同埋證券公司任職，積累咗紮實嘅投資經驗。1997年，身為影迷嘅佢同埋周星馳相識，兩個人好快相戀，開啟咗13年嘅感情。戀愛期間，周文鳳放低自身嘅工作，全心幫周星馳打理豪宅、股票投資，成為咗佢背後嘅得力財政助手。據佢所講，2002年聖誕節，周星馳曾經口頭承諾會將投資獲利嘅10%作為佣金分俾佢。呢份約定佢一直記在心入邊。2010年，兩個人因為感情不和分手，但係佣金嘅矛盾徹底爆發。于文鳳稱自己曾經幫佢投資估值8億港元嘅天比高獨立屋，接約定應該可以得到8000萬嘅佣金，但係周星馳只係俾咗1000萬，仲差7000萬未俾。周星馳則回應，當時嘅口頭約定只係情侶情話，不具法律效力。佢表示已經俾過于文鳳2160萬港元，仲未追究佢投資失誤帶嚟嘅1300萬損失。呢啲都只係情侶之間嘅饋贈。其家姐周文基亦都出庭作證，稱細佬從來未同屋企人提過呢段戀情同埋佣金嘅約定。呢一場官司一拖10年。2020年，香港高院判決于文鳳敗訴，佢上訴之後依舊維持原判。10年嘅官司令到兩個人徹底撕爛面，昔日嘅戀人喺法庭互相指責，始終成為咗仇人。事實上，13年嘅感情最終敗俾金錢，對兩個人都係遺憾。或者喺周星馳嘅世界裏面，感情始終不及作品同埋利益重要。呢一份涼薄，亦都令佢成為咗旁人眼中嘅孤家寡人。終章，作品封神，人品存疑。周星馳嘅功與過應該如何判決？睇到呢度，我哋唔難發現呢啲人同周星馳嘅恩怨大多都圍繞住利益、創作理念同埋性格差異。不可否認，周星馳係華語影壇嘅天才。從呢一點嚟講，佢配得上喜劇之王嘅稱號。但與此同時，佢嘅為人卻飽受詬病。佢將身邊嘅伯樂、拍檔、愛人、好友都變成咗仇人。數十年間幾乎冇真正嘅朋友，晚年孤身一人，難免令人唏噓。好多人話作品唔等同於人品，我哋可以中意周星馳嘅作品，讚美佢嘅才華，但係不必美化佢嘅為人。我哋可以理解佢嘅偏執，包容佢嘅唔完美，但唔可以忽視佢傷害過別人嘅事實。周星馳嘅一生係輝煌嘅，亦都係孤獨嘅。佢用作品封神，卻用性格樹敵。或者天才嘅世界本來就注定孤獨，佢哋過於專注於自己嘅領域，忽略咗人情世故，亦都傷害咗身邊嘅人。那麼屏幕前嘅你如何睇待周星馳？歡迎喺評論區留下你嘅睇法。